Woo. Sing with me. 小朋友跟我讀一次。小兔子肚子痛，小兔子跑又跳，吹泡泡開心笑，咕嚕嚕肚子叫，吃大包吃飽了，哎呀肚子痛，快請醫生來治療。可以不可以？小手可以做什麼？揉眼睛不可以，吮手指不可以，什麼事情就可以？搓泥膠就可以，畫圖畫就可以，防疫好寶寶，好寶寶勤洗手，個人衛生要遵守。我擦桌子，你掃地。環境清潔要注意。病毒細菌不能留。Wash your hands. Wet, wet. Wet your hands. Get some soap. Hooray! Rub, rub. Rub your hands. Rinse the germs away. Woo.